我保时捷我帮啥就海里了啊！都说不提的那，他家的老鼠呀，这当然了，到了上天的那天呀，他现在都说啊。都说不提的那，他家都的老，嘿，这当然了，上天那天呀。手里打字啊，他的谁？我都学着。说不提的啦，他家都不有高丽高大了，都的上天那这些呀。好，现在都说这些呀，都那么过年了就知道过年了就知道过年了。好在没了我今天的做题的那样，第二通宵，好在大打了那个小片那个呀，上面假设啊，搞大就让高丽了，不是我主家带来今天过节的是吧？做题的呢，别有不晒来收一点，你说你家那呀？舍得嘛呀？楼梯的那样，加班多的好的。